估唔到 glamping 都可以咁 chill。今次 GBA 帶大家衝上日本霧之高原，體驗超豪華 glamping， 睇下有幾正。哇，個帳幕真係好有 feel， 望住出邊嘅靚景 chill 下 hea 下，咁先至係人生。glamping 梗係唔少得 BBQ， 燒住和牛，圍住個爐，好食又暖粒粒。起身剩返個早餐，嘆返杯咖啡，真係好寫意啊！GBA 設有日本5大航點，快啲嚟預訂，開啟你嘅日本自駕之旅。